观众朋友，明仔载就是5日节，台北人们市场早起又是闹热滚滚哦。礼拜日买肉粽的人客是有够多，也肉粽但是请20个员工来到卡手。也因为这个肉粽啊，热量是真悬，营养师就提醒讲哦，要食肉粽进前呢，咱会当先啉无糖的豆奶，也是讲这个牛奶哦来补充蛋白质。因为讲啉落呢会饱，粽就袂食伤济，也豆奶加牛奶嘛会做消化。 5日节连假第一天，民众是赶紧来到人门市场买肉粽，就是为着要感受一下过节的气氛。现场的人潮是吵，这店家也派出20几个员工来斗3工，大家是无闲试炒。肉粽搭各种口味真侪款，北部粽、南部粽、客家粽、甜粽，各种拢总有。民众紧甲也买甲真欢喜，就算平均一粒起5块至10块，民众也是一袋炸当去处理。我个人是没什么感觉，而且现在人吃的少，所以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我买15粒，我拢要甲朋友分享的。变啊，5日节就有人会种较介意南部粽，也是北部粽，也是倒一个热量较悬。营养师表示，这两种肉粽热量拢是差不多的，无啥物差别。5日节食粽上重要的是营养爱平均，建议食粽进前会当先啉一杯无糖的豆奶，也是牛奶，先补充够加的蛋白质。食肉粽的时阵吼，一个重点就是一定爱会蛋白质的食物。我还建议讲啊，糖分爱注意的人，建议讲，你食肉粽进前吼，先饮一杯豆奶，还是讲用一杯牛奶，拢是 OK。上济一天食一粒是较拄啊好啦，搁较好食是适量就好了。另外，营养师也提起一粒肉粽等于是2碗白饭的热量，会当选较细粒的肉粽。重要的是爱选一寡较有纤维的青菜来配，亲像配冷菜、苦瓜、青花菜，拢是真好的选择。才会当欢喜食肉粽，享受过节，也会当食了健康无负担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